Hello，大家好，我係肥仔傑。今日係2026年嘅3月3號啊，拍片時間係3月2號嘅凌晨時分。伊朗嘅戰爭呢就嚟到第3日啦，成件事已經唔再係第一日嗰種特朗普所講嘅咩精準空襲啊、有限度行動咁簡單啦。特朗普一開始就講到好似幾日就搞掂伊朗咁，話係必要嘅軍事打擊，唔係全面戰爭。但係去到今日咧，佢自己親口去講啦。佢話如果有需要，唔排除會派遣美國地面部隊啊。由空襲伊朗變成可能會落地開打，呢一個唔係細節嘅改動，而係整體嘅打擊方向大轉彎啊。同一時間，戰線亦都開始拉闊啦。科威特出現咗誤擊美國戰機嘅尷尬畫面，黎巴嫩真子黨亦都入場開火。伊朗嘅代理人網絡全面喐起嚟啊！再加上咧，關於伊朗前總統嘅消息，生死嘅消息咧就好反覆。琴日就話死咗，今日咧又傳出嚟又話翻山，戰場嘅信息亂到一塌糊塗啊！呢啲加埋咧，全部嘢睇落去咧，其實係一個信號嚟嘅，就係今次嘅戰局未完全受控，冇一方可以控制到。今集肥仔傑會同大家講清楚。3日內發生咗啲乜嘢嘅變化？點解特朗普由速戰速決變成預留地面戰嘅空間呢？點解佢啲盟友開始出現協調失誤呢？會擊落美軍嘅戰機？點解黎巴嫩會被拖入戰線？伊朗嘅代理人點樣將戰線變成泥漿摔角呢？仲有伊朗前總統嘅生死傳聞點解會咁混亂呢？睇完呢條片之後咧，你就會清楚知道呢3日嘅戰局同埋第1日嘅時候有幾大嘅分別，亦都會明白我點解去講話呢一場仗係有失控嘅味道。喺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先點讚、分享呢條片出去，等更多人收睇肥仔傑嘅頻道。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撳右下角嘅訂閱，開埋個鈴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嘅影片啦。影片馬上開始。影片正式開始啊！琴日咧係伊朗戰爭去到第3日啦，成件事最關鍵嘅轉折點咧，其實就唔係邊一枚導彈，而係特朗普突然之間講咗一句嘅說話。特朗普咧就公開表示啊，話如果有需要咧，係唔排除向伊朗派遣美國地面部隊。呢句說話咧聽落去好似有啲保留彈性，保留一個戰爭嘅情況咁。但係事實上係一個代表重大嘅變化，因為一開始咧美國對外嘅定位係講緊佢係有限度嘅空襲、精準嘅打擊，係唔需要變成地面戰爭嘅，速戰速決嘅。而家咧係由唔需要變成唔排除，其實就係由控制局面嘅語氣變成有少少失控，要預留戰爭升級空間嘅語氣啊！如果美國真係撳住伊朗嚟砌嘅話咧，根本就唔需要講乜嘢地面部隊嘅。地面戰係乜嘢嘅概念先？唔係講緊炸你2日啊，啲飛機飛幾轉啊咁樣，而係啲士兵要落地，補給線要拉長，長期駐軍，持續傷亡。伊朗唔係一個小國嚟嘅，佢國土面積大約165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8000萬啊！比起當年伊拉克更加大、更加複雜。伊朗嘅地形咧係以山地同埋高原為主，對於進攻嗰方咧係極度不利嘅，可以話係打游擊戰。你睇翻歷史啊，美國2003年打伊拉克嘅時候，最高峰駐軍超過15萬人，戰事拖咗好多年。阿富汗戰爭更加接近打咗20年。呢啲唔係抽象嘅數字，而係實際嘅軍費啦。實際嘅人命啦，同埋美國實際嘅國內政治壓力嚟㗎。而家戰爭只係嚟到第3日啫，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要講到可能會有地面戰爭。呢一個信號好清晰嘅，就係佢嘅空襲未達到原本預期嘅效果。無論你承唔承認都好啦，呢一個係事實。而更加現實嘅問題就係美國最唔希望嘅選項咧，其實就係地面戰爭。因為地面戰爭唔單止軍事層面，仲有國內外嘅壓力、國內嘅民意啦、盟友嘅態度啦、國會嘅授權啦、軍費嘅開支啦，
全部都會被放大審視嘅。當年伊拉克戰爭帶嚟嘅爭議咧，美國社會至今仍然係有好大嘅陰影嘅。嗱，所以當特朗普講出呢一句説話咧，就唔係展示佢嘅強硬，而係透露咗一種困局啊！就係如果空襲撳唔住伊朗，咁佢就淨係得兩條路去行嘅啫，一係升級，一係就承認自己未能夠速戰速決。而升級戰爭咧，意味住佢哋嘅成本亦都會急升啊！戰爭嘅第一日咧，你可以講到係威係勢咁啦。但係第三日已經開始講緊代價呢個問題啦。當美國總統口中開始出現地面部隊呢4個字，其實已經唔係單純嘅威嚇啦，而係佢變相承認緊個局勢未完全受到美國控制。而講到失控嘅味道呢，第三日最尷尬亦都最諷刺嘅一幕呢，其實就發生咗喺科威特啊。嗱，美軍多架 F-15嘅戰機咧喺科威特境內被防空系統誤判，然之後擊落咗。唔係伊朗打佢落嚟，係佢自己啲盟友將佢美軍嘅戰機打咗落嚟。嗱，雖然機組人員成功彈射生還，但係呢個畫面本身已經夠晒震撼啦。嗱，你試下代入呢個畫面啦。本來係聯合行動，應該係高度協調，同啲盟友冚好晒噶嘛。但係當空域區域進入極度緊張嘅狀態，雷達鎖定，警報響起，防空系統進入自動模式，判斷嘅時間可能係幾秒嘅啫。所以結果就出現自己人打自己人嘅情況啦。呢一個咧就唔係技術問題咁簡單，而係而家嘅戰場嘅節奏太快啦。壓力亦都非常之大，造成嘅結果嚟嘅。F-15咧就唔係普通飛機，而係美國長期主力戰鬥機之一，單價係數以億元，用美元去計算。更加重要嘅唔係錢，而係象徵。美國一直塑造自己嘅軍事體系係全球最精準啦、最協同、最成熟，但係而家第三日就出現咗擊落友方嘅戰機，代表戰場已經進入高度混亂嘅狀態啦。當空域同時間有美軍戰機、盟友戰機、無人機、伊朗嘅導彈、防空導彈，任何一個誤判咧都可能會成為事故嘅。呢一種混亂咧，其實係一種升級嘅信號嚟嘅，因為戰爭越激烈咧，錯誤就越嚟越多。更加關鍵嘅係呢件事件唔係發生喺其他國家，係發生喺盟友嘅國家境內。科威特本身就係美軍長期部署嘅重地嚟嘅，喺2003年伊拉克戰爭嘅時候已經係重要嘅前線支點，今日再次成為高風險嘅區域，代表戰線嘅壓力已經迫使到美軍整個區域網絡啦。盟友就出現誤判，打低咗幾架美軍戰機啊！一方面顯示咗戰場嘅壓力過高，另一方面咧，亦都可能會令到區域國家更加緊張。因為當佢哋嘅空域失控嘅風險上升，嗰度啲民眾會開始擔心：喂，我自己國家會唔會成為咗今次戰爭嘅其中一個戰場呢？嗱，呢啲唔係理論，而係連鎖反應。誤判擊落飛機嘅事件會迫使軍方提高戒備，增加識別程序，減慢節奏。但係戰爭本身係唔會等你慢慢去修正嘅。當你一邊就加強空襲，另一邊就加強反擊，所有嘅節奏會越嚟越快，越嚟越密。喺呢種情況之下咧，美國原本想呈現佢係非常之有秩序咁去打擊伊朗咧，開始出現咗裂縫啦。呢一度未打到德黑蘭已經全面崩潰，區域嘅防空出現事故。未見到伊朗投降嘅姿態，佢啲盟友已經承受緊極度高壓嘅狀態。戰爭一旦由佢本身係一個可控嘅行動，變成由高壓去混戰嘅話呢，咁就好難再完全掌握主導權啦。當空域出現咗誤判、誤擊，盟友都亂晒陣腳嘅時候，戰線其實已經唔再停留喺伊朗同埋以色列之間啦，而係開始向外擴散啦。而喺琴日作為第三日呢，一個好關鍵嘅變化呢就出現咗啦，就係黎巴嫩正式被拖入戰場啊！黎巴嫩呢就唔係一個普通地方，
佢本身政治結構極度之複雜，由基督教派啦、遜尼派、什葉派等等嘅多股勢力去組成嘅。總統、總理、議長分別由唔同嘅宗教去擔任嘅，長期就處於微妙嘅平衡之中。而呢一個國家入邊呢，真主黨係一個舉足輕重嘅力量。真主黨唔單止係武裝力量啊，佢喺黎巴嫩呢係有自己嘅席位議席啦，有社會網絡嘅體系啦，有自己軍事嘅體系嘅。最重要嘅係真主黨長期接受伊朗支持，無論係資金、訓練定係軍備都好啦。呢一個關係呢，都嚴格嚟講唔叫秘密，都幾公開下嘅，亦都係幾十年嚟形成嘅戰略連結嚟嘅。當真主黨開始向以色列北部發射火箭炮，戰場嘅性質就變咗啦。原本可以話係美國加以色列打下伊朗，而家變成區域內多個點去燃燒，以色列北部開始承受壓力啦，黎巴嫩南部局勢升溫啦，等同於第二戰場正式打開咗啦。嗱，你試想像一下，一邊就係伊朗本土嘅空襲，另一邊就係以色列北部承受緊火箭炮嘅攻擊，後面咧又要防備中東其他地方嘅動靜，戰線就本身係單一嘅方向，變成咗擴散式嘅拉闊。呢一種局面呢，美國係最唔想見到嘅，因為佢原本係諗住打一場短期高壓嘅行動，唔係想捲入一個區域性嘅全面對抗嘛。一旦黎巴嫩捲入戰爭啦，意味住真主黨持續消耗以色列同盟友嘅資源，以色列唔可能唔回應嘅，而一回應呢，就可能會波及到黎巴嫩嘅全境啦。黎巴嫩過去亦都曾經因為真主黨同以色列嘅衝突咧，付出沉重代價。2006年衝突期間，全國基建受創，經濟重創。今日黎巴嫩本身經濟已經極度之脆弱㗎啦，通脹高企，貨幣長期貶值。喺咁樣嘅背景入邊，再被拖入戰火咧，對於當地社會係沉重嘅壓力嚟嘅。但係從戰略角度去睇，伊朗嘅代理人網絡一旦同步啟動，就等同於將呢啲壓力分散開去啦。對手唔再只係需要對付一條主線，而係同時間應對多條戰線。戰場唔再係單點突破，而係多點牽制住。嗱，原本講到係精準空襲、精準打擊，而家變成區域擴散。黎巴嫩進入戰場呢，唔單止係新聞標題啊，而係戰爭嘅性質轉變嘅一個極大信號。當一場戰爭由單一對抗變成區域網絡嘅戰爭，收科就越嚟越難，因為你唔單止要同一個對手去談判，而係要同一整套互相牽動嘅力量去傾。戰線一旦拉闊咗，咁打仗嘅時間自然就會拉長啦。而當戰線拉闊去到黎巴嫩呢，其實真正開始發力嘅係伊朗長期經營嘅代理人網絡。呢個亦都係喺昨日第3日嘅戰爭最值得大家留意嘅變化。嗱，伊朗本身軍力嘅規模咧就唔算細噶，但係佢最強嘅咧唔一定係正規空軍，而係佢多年嚟喺中東建立嘅區域網絡。呢一個網絡遍佈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也門等等嘅地方，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武裝，但係背後嘅方向非常一致，就係反對美國、消耗美國。呢一種打法咧，亦都唔係正面同佢決戰，而係同佢拉長個時間戰線，因為亦都知道為佢遠距離補給都唔容易。昨日亦都爆出美軍唔夠彈藥。嗱，亦都舉個例子啊，例如喺伊拉克境內多個親伊朗武裝團體係長期活躍嘅，敘利亞境內亦都有伊朗支持嘅武裝力量，黎巴嫩有真主黨，也門有胡塞武裝。嗱，呢啲力量咧，有陣時未必會一次過爆發全面戰爭，但係佢哋絕對有能力可以持續牽制住美國同埋以色列嘅。嗱，消耗戰最令人難受嘅地方咧，就係你每日都要維持高度嘅戒備，美軍基地每日都響警報，
補給線每日都受到威脅，嗰啲美國嘅士兵咧就每日承受住高壓。原本講到咧就係閃電戰爭嚟嘅，而家變咗耐力賽、持久戰。美國軍費就全球第一，大家都知噶啦，每年超過8000億嘅美元。但係即使你軍費再龐大都好啦，長期多線部署咧都係負擔嚟嘅，因為每一個基地、每一支部隊都需要輪替、維修、補給、醫療同埋後勤。而伊朗嘅策略咧係唔需要同你打贏一場決定性嘅大仗，佢而家嘅做法就係要令到美國同以色列長期疲勞。嗱，呢一種局面咧就好似打緊泥漿摔角咁，你以為自己拉咗對手落去個泥地入邊，諗住好打啲啦，但係最後發現原來雙方都俾呢一個泥地拖住咗。嗱，更加值得留意嘅係美國中東部署本身已經遍佈多個國家噶啦，區域入邊有多個美軍基地，長期駐軍人數咧數以10萬計。一旦代理人開始多點咁去騷擾你呢，嗱，美軍就要分散精力去應對啦。咁戰場就唔再係一條線咯，而係一個好大嘅網絡啦。而呢一個好大嘅網絡咧，最可怕之處呢，就係你永遠唔知道到底下一個火種會喺邊一度點燃起嚟。當啲代理人同步都喐啦，戰爭嘅性質就會變成長期嘅消耗。對外可以講係有限度嘅行動，但係實際上我哋已經睇到美國已經進入咗拉鋸嘅階段啦。嗱，呢種拉鋸咧就唔一定轟轟烈烈嘅，但係必定會日日去累積壓力落嚟。而呢啲壓力一旦累積去到某個程度咧，美國可以揀嘅路、可以行嘅路就越嚟越少噶咯。而當代理人網絡全面啟動啦，呢啲戰線又向外擴散，其實整場仗咧已經唔再係幾日之內可以解決嗰種節奏啦。甚至我都懷疑特朗普話幾個禮拜可以解決，呢個係咪真係做到？而家我哋睇到嘅係進入咗一個更加深層次嘅對抗階段。嗱，去到第3日嘅時候，大家一定會問一個更加敏感嘅問題，就係到底美國真係會唔會被拖入去一個全面嘅地面戰呢？雖然特朗普話唔排除啫，咁但係我哋自己覺得會唔會呢？甚至會唔會變成長期區域代理人戰爭呢？甚至會唔會出現更加極端嘅情況呢？我哋先講一講最直接嘅可能性，全面地面戰爭。嗱，地面戰爭唔係口號，係極高成本嘅決定。啱啱都講過，伊朗人口8000萬。國土面積165萬平方公里，地形以山地同高地為主。對於進攻嗰個嚟講，山地意味住補給困難，防守方有明顯嘅優勢。當年美國喺阿富汗打足20年，付出係數以千億元美元計算嘅軍費代價。伊朗面積比阿富汗更加大，人口更加多。一旦落到地下呢，時間同成本都會被放大。你人唔夠多，人哋仲可以一人一啖口水都掠死你。嗱，講笑啫呢度。而地面戰呢，就唔係軍事問題，仲係政治問題。美國國內嘅民意、國會嘅授權、盟友嘅態度，全部都會變成壓力嘅來源。速戰速決呢，就講得好好聽啦，但係長期駐軍呢，就係另一回事啦。嗱，再講代理人戰爭全面開波嘅一個風險啊！當黎巴嫩真主黨入場，伊拉克境內武裝活躍，敘利亞、也門都會成為起火嘅一個位。呢啲多點牽制咧，其實係伊朗一貫嘅策略嚟嘅。佢唔需要喺戰場上面壓倒你嘅，只需要令到你同時間多條戰線有壓力，對方每一個軍事基地，每一個補給點都可以成為佢哋游擊戰嘅目標。美國喺中東長期駐軍數以10萬計，分佈多個國家。當呢啲點同時間都着火嘅時候，咁佢就要分散兵力噶咯。原本集中火力打你伊朗炸你啲領導人，最後就變咗要被動應對噶咯。
更加敏感嘅討論就係，到底會唔會出現本土層面嘅風險呢？嗱，歷史上任何大國衝突一旦升級咧，情報戰、心理戰都會同步展開嘅。琴日嗰條片我都同大家講過，當雙方都互相指控滲透、間諜、破壞活動，氣氛自然會緊張。嗱，不過截至而家為止下，第三日戰爭啦，大家都好嬲，伊朗嗰邊嬲到爆炸，但係都冇公開嘅證據證明伊朗喺美國本土發動實質嘅攻擊。但係當呢個戰事持續升溫，任何嘢都會被放大去睇，到底會唔會仲有伊朗嘅特工喺美國潛伏緊，靜待時機呢？冇人知。而呢一種討論呢，本身就反映咗一樣嘢，就係局勢已經進入咗高度敏感嘅階段啦。當戰火唔再淨係前線嗰度喺度打，而係牽涉到經濟、輿論、情報、區域穩定，每一個層面都可能會成為特朗普嘅壓力來源啊！嗱，第三日戰爭嘅特徵就係啲選項越嚟越少，風險越嚟越高。啱啱都話啦，特朗普講緊嘅係一次空襲嘅行動，而家變成要討論地面戰爭，代理人亦都全面開戰，區域安全連鎖效應。嗱，呢種轉變唔需要戲劇化嘅形容，淨係事實嘅本身咧，都足以令到世界非常之沉重啦。戰局進入新嘅階段，唔一定係最激烈嘅轉捩點，但係往往會係最關鍵嘅轉折點。嗱，講到昨天，仲有一樣嘢一定要講嘅，一個非常離奇，亦都反映到戰場資訊混亂嘅一幕，而係咩呢？就係伊朗嘅前總統死過翻生。喺早兩日網上同部分媒體傳出嚟嘅消息咧，就話伊朗嘅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喺襲擊入邊遇害，連邊一個媒體引述邊一個消息都講到頭頭是道咁樣嘅。嗱，其實呢啲情況咧，打仗嘅時候好常見噶，只要有人放出嚟話咩高層身亡呢啲消息咧，一傳十，十傳百咧，就好容易傳到好似鐵證如山咁。特別係而家 AI 太過發達。但係喺琴日竟然出現一個驚天地泣鬼神嘅反轉，俄羅斯媒體俄新社就報道啦，就話呢個前總統嘅辦公室否認呢位前總統嘅死亡，等同於全民死亡變咗活生生企咗喺度，仲要係官方身邊嘅人出嚟澄清。嗱，你睇下呢個就係第三日戰場入邊最真實嘅寫照，消息唔係慢慢核實，而係喺幾個鐘頭內或者短時間內會不停喺度改變又改變嘅。而呢一件事呢，我一定要同大家講翻前幾日前兩日我嗰條片，因為前日呢，有啲觀眾留言就話：喂，你唔 update 喎，明明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經被官方證實死亡啦，點解呢條片講到佢冇死咁啊？又話美國輸晒啊，又剩啊，又鬧我要去青山啊，又剩。嗱，問題就係我拍片係前一晚，出片係第二朝嘅朝頭早8點，中間個時間段嘅戰局同埋信息可以變幾次嘅，真係多到你追都追唔切。我拍片嗰時已經夠夜噶啦，伊朗官方仍然係講緊哈梅內伊係冇事嘅，仲話會發表全國講話添。去到朝頭早突然之間證實佢死亡。嗱，你要明白打仗嗰陣時呢，資訊戰係同導彈一齊飛嘅，唔係等你核實完先出街嘅。尤其牽涉到嗰啲政治高層，任何嗰啲死亡啊或者未死亡啊嗰啲嘢呢，都會直接影響士氣啦、市場啦、盟友嘅判斷啦，甚至影響戰場嘅節奏。所以各方都會捉住搶住去放消息，搶住去定調，甚至好多假新聞。咁有冇可能哈梅內伊係假死呢？理論上係有可能俾人刻意做出嚟嘅心理戰嚟嘅，例如刻意放出某一種講法去引對手誤判，或者拖延時間，或者測試外界反應。但係去到而家呢刻為止，如果要講得負責任嘅話呢，就只能夠講目前嘅公開資訊仍然非常混亂，連同一單嘅消息都可以幾個鐘頭內由死亡變成生勾勾企翻喺度。
呢個正正就係證明咗戰場唔係淨係前線喺度打，而係輿論同心理戰都打到飛起嘅。所以去到第3日最值得大家警惕嘅呢，就唔係某一個消息或者某一個傳聞，而係當消息混亂成咁，代表局勢仲未穩定，代表雙方都未有一個可以令人信服嘅壓倒性結果。嗱，去到呢個位置呢，戰爭已經唔係話打1-2日就可以收工噶啦，而係開始變成你爭我奪，日日都喺度翻盤，日日都喺度唔同緊。可能琴日就伊朗落下風，跟住今日美國落下風都唔出奇嘅。而去到第3日嘅戰爭畫面其實好清楚，呢一場仗唔再係特朗普口中所講幾日之內可以解決嘅速戰速決空襲行動，而係一步步被現實拉翻落地。原本講到可以控制節奏，點知地面部隊呢4個字講到出口。原本講到盟友同心協力，點知科威特直接打咗美國3架戰機落嚟。原本以為伊朗同以色列大家喺度對軍，點知黎巴嫩真主黨入場喺黎巴嫩再打過。代理人網絡全面啟動，紅海繼續襲擊商船。再加上前總統翻山，哈梅內伊嘅消息亦都反覆咁轉，成個戰場由導彈飛行變成信息都喺空中亂咁飛。戰爭有一個規律，第1日大家講氣勢，第2日就講反擊，第3日大家會開始傾下，喂，打仗嘅代價。而家我哋見到嘅美國唔係一面倒壓制伊朗，而係變成咗拉鋸，唔係閃電結束戰爭，而係節奏變慢咗。當戰局進入咗呢個階段，任何一個決定都會被放大影響。到底美國派唔派地面部隊呢？會唔會進一步擴散呢？嗰啲代理人會唔會越打越多呢？嗱，全部都唔係口號，而係真實需要思考、需要去傾、需要去講嘅一啲選項嚟嘅。對普通人嚟講，可能覺得每日嘅新聞都好刺激，但係對於身處區域嘅國家嚟講，呢啲長期嘅唔穩定，油價會唔會波動呢？航道會唔會受到影響呢？經濟會點樣受創呢？區域穩定會唔會被拖入去一個更加深層次嘅位置呢？而第3日戰爭嘅特徵就係成件事唔再簡單啦。簡單嘅戰爭3幾日就有晒方向啦。複雜嘅戰爭第3日我哋先見到開始露出有啲真面目喺度啦。而家成個局勢咧未有定論嘅，但係有一樣嘢可以肯定，就係速戰速決已經變成速戰速亂啦。戰場由單線推進變成多線交錯，由軍事對軍變成軍事加心理加資訊全面博弈。局勢未完，變數仲會更加多。琴日係第3日，今日係第4日，到底會發生咩事呢？冇人知。所以記得啦，要繼續留意住肥仔傑嘅影片。好啦，咁今日咧影片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都想問問觀眾朋友，你點睇？你認為特朗普會唔會真係被逼要落地開打呢？黎巴嫩會唔會全面爆開戰爭呢？前總統翻山呢個信息混亂，到底你覺得係意外啊，定係假死嘅心理戰呢？留言區講講你自己嘅分析。嗱，記得臨完結之前咧要點讚呢條片，分享呢條片出去，等更多人收睇肥仔傑嘅頻道。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撳一撳右下角嘅訂閱，開埋隔籬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嘅影片啦。戰局每日都喺度變，我會第一時間同大家繼續跟進。今日時間嚟到呢一度，臨完結之前，再次呼籲大家點讚分享，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埋訂閱啦。好啦，我係肥仔傑，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各位拜拜。